立陶宛今仔选总统现任的总统瑙塞达伫头一轮目前是摕到46.5%的选票支持，应该是有机会当选。也毋过若是无人摕到过半的票数，5月2日会过来进行第二轮的投票。支持民众拍扑啊欢迎立陶宛现任总统瑙塞达伫12个总统大选已经开出的8成外的选票中，摕到超过46%的支持，大赢主要对手现任总理西莫尼特的16.5%。We should stay united and not get tired from this war because this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stage of this war, and only being decisive, being productive.We can support and we can win this war. Ukraine should win this war. There is no other alternative. 瑙塞达也答应会继续要求增加对乌克兰的军援。立陶宛人口280万，这摆大选投票率超过59%，是1997年以来的新高。也毋过总统大选采取绝对多数决，若候选人得票无过半，会伫2日举行第2轮的投票。立陶宛是半总统制国家，总统主掌外交、国防甲安全事务。3日前，同意咱国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也毋过为着修补甲中国的关系，瑙塞达顶礼拜表示，台湾代表处应该依据国际标准使用台北。选民多数也认同瑙塞达对俄国强硬的立场。I think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democracy and to vote.Not only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but do not forge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s, which will be in 1 month. 第2轮投票真有可能发生甲顶一届同款，由瑙塞达对决西莫尼特的情形。一般预料，瑙塞达有希望赢伫后一个5年任期。同一日也举办双重国籍修宪公投，一旦通过，持有立陶宛国籍的人无需要放弃国籍，也会当加做其他国家的公民。也毋过排除俄罗斯、白俄罗斯等无优先国家国籍。6个公投的底限真悬，需要有超过半数合格选民的赞成。公司新闻邓慧婷编译。